3档、7、8档啊，有的无当停啊。水平温公园因为对面有一些点心城，所以它的停车事实上是蛮困扰的。因为即马迄个都市个社区哦，所在拢足歹停车啦。我们最重要的希望不可以破坏整体的一个生态啦哈，因为这个地方你看树这么的好，环境这么好，空气这么的好啊，运动是最好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希望说地下停车场新盖以后能够达到双赢的就是效果出来。好，这附近的这重店家吼，非常的赞同。因为你来这用时啊吼，要来这安尼食一下点心呢，结果吼，都要来这休闲一下，拢无位通停啊。啊，听来讲要起这个地下停车场吼。哦，大家足期待。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我是林怡婷。水平温公园你有来过吗？位于市中心，面积高达10公顷的公园，是许多民众清晨运动的好所在。在去年所打造的全新特色公园，更成为亲子假日共游的好去处。由于许多民众反映台南公共停车位有限，为改善水平温周边及海岸商圈等停车问题，台南市政府与中央争取前瞻计划，将进行水平温地下停车场新建工程，预计2年后完工。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韦哲市长怎么说吧。今天很高兴能够来到我们水平温地下停车场的动工典礼。因为这个地方是属于台南市的蛋黄区，有时候跑行程的时候看到民众在这边绕行找车位，而车位提供却是比较相对的少。前瞻计划补助了总共的经费4.3亿来做这个水平温地下停车场，提供了365个汽车停车位以及102个机车停车位，能够让周边的不管是社区民众或者是这个来往的一些游客比较好舒适的停车空间。而且这个部分我们也将导入这个智慧停车的概念，就是说，这个停车的位置剩多少，那都会借着这个 App 来了解。这次台南市的智慧停车获得了公共工程委员会的金擘奖里面的特优奖，这个奖已经从缺4年了哦，然后台南市也就10多年没有获得这个金擘奖的特优奖，所以我们觉得也算是一个台南市的一个台南之光。那非常谢谢市府团队。那在这个新的这个水平温地下停车场里面，我们希望说能够尽早动工、尽早完工，优先提供给周边的民众还有过往的旅客一个好的、舒适的、便捷的停车空间。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10月8号礼拜4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庆祝中华民国国庆，台南市会国民党团上午特别邀请议长做伙召开记者会，而且阁请来一阵马道穿着国旗泳装，伫议会喷泉广场随着国旗飘扬热情，欢迎全国民众到阵来台南欢庆国庆看烟火。今年的国庆烟火伫台南举行。唔过，议会国民党团日前就炮轰，为何市府的活动现场看袂到国旗？因此，上午邀请议长甲国旗泳装的马导做伙来召开记者会。伫个议会喷泉广场，不但国旗飘扬，而且阁有国旗泳装的马导来助阵。每一位马导手摕着看板，庆祝中华民国的生日快乐。中华民国生日快乐！议长郭信良表示，庆祝国家的生日无分党派，议会伫个昨昏开始挂国旗，伊嘛欢喜看到市府今日嘛对咧布置，尤其今年的国庆烟火伫个台南举行，议长甲国民党团嘛邀请全国的民众做伙来台南过国庆看烟火。再过2天就是我们的双十国庆哦，那有史以来国庆烟火伫咱台南市来举办。台南市呢不分党派，所有的市民和民意代表都非常热议，而且欢欣鼓舞的心情来共度双十国庆的佳节。那台南市议会从昨天开始就悬挂所有我们中华民国的国旗共同与台南市民共度佳节。台南市
国旗挂了以后，台南市政府就跟着挂起来了。那整个呢，议会和市政府呢，整个都是国旗飘扬，这代表呢这个国家欢欣鼓舞的心情来迎接我们光辉灿烂的双十国庆。而出席国旗中大演的6位马导，其中嘛有来自中北部，甚至是新住民，参加过国际选美比赛等。这届自发性的除了宣扬国旗中，另外嘛为国庆的生日来庆祝。因10号下午，还会伫咧四军新的副舞台发起净滩的活动，欢迎民众共同来响应。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台南安平古名叫台湾，不但是台湾名称的由来，也是台湾文化历史起源地。国庆宴会首次伫台南举办，就选伫安平，具有历史的意义。市府民政局特别带领各区的区长，向安平凯台天后宫、甲观音亭的众神明参香，祈求国庆宴会一切圆满顺利。安平凯台天后宫主事妈祖，民间奉为海神。这届国庆宴会观赏场地嘛伫咧林默娘公园的附近。为了祈求国庆宴会会用的圆满顺利，市府民政局长颜进标嘛特别带领民政局的官员，甲各区的区长，到安平的2间大庙来拜码头，祈求凯台天后宫的妈祖，甲观音亭的佛祖，会用庇佑宴会顺利圆满。国庆宴会会当伫咧遮施办，会当安尼真顺利。这难得啦，400年来是第一遍400年来第一遍。所以这是真大的盛会啦这袂使有失觉差所以咱人爱注意啦首领嘛爱甲咱斗3工啦当然伫遮咧办宴会咱区长责任嘛真大啦这拢是阮部的服务中心的主任咱这里长甲咱斗3工者伊迄工我嘛真烦恼啦迄车辆啦交通啦种种可能会造成咱安平区遮的无方便啦，毋过咱家想办理事啦，一遍尔，这400年后，无得咱拢要过来参与这个盛会嘛是安尼。自咱国家的盛事咱的宴会要伫咱台南市，尤其是伫咱安平区办，足侪代志咱人管好会着，当然民政局因会尽量去做，今仔日。所以咱的局长做有心啦，真正做有心。拍手鼓励。所有咱这团队，来向咱佛祖来祈求，人做袂到的，无形的交由咱佛祖来甲咱斗广告。因为办一个宴会，一个盛事当然圆满，这个是咱主要的所在。伫咧过程中嘛是由咱的佛祖到帮忙，到广告，到3工，甲这个活动会当办得顺利。民政局长强调，这届国庆宴会相关事宜是由民政局统筹，并且协调各局处来办理相关的会刊会议。因为国庆宴会第一届伫咧台南举行，市府专员拢等下来，这届伫咧主副舞台嘛设置了5个服务中心，分别由各区的区长来负责协调。希望相关的服务事项拢会用个顺利来达成。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迎接国庆宴会，市府规划艺文表演活动，地点包括安平恋爱广场、关西平台、台湾准园区、四群新店所在，而且伫每一个场地拢设置消防局 ICS 救灾指挥站，要互游客欢喜出门看宴会，嘛爱平安回去厝内。国庆宴会首次伫台南举办，市府伫4个表演场域，拢有进驻消防局 ICS 救灾指挥车，会当伫紧急状况发生的第一时间，做出紧急处置甲指挥。市长黄伟哲8日前往消防局视察人员以及装备整备的状况。前舱的部分有三个座位，可以供3名救灾幕僚进行这个乘坐。后方今天很高兴来消防局教阅我们这个国庆烟火的大队指挥 ICS 系统的一个建制。我们看到台南市消防局7个大队，它的这个消防指挥系统、救灾指挥系统都建制得非常完善，那器材也非常齐全。我们很希望说，
最好是国庆烟火大家平安顺利，好都进行完毕，都没有发生任何事情。那宁可备而不用，不要用了却没有备。那我们希望说国庆烟火大家平安，也感谢我们消防局各位同仁的努力，更希望说大家台南市政府、台南市就以办喜事的心情来迎接国庆烟火。国庆烟火伫台南，消防局派出新型 ICS 救灾指挥车以及各种科技器材，会当马上对着紧急状况做出处置，让市民游客会当欢欢喜喜出门看烟火，嘛爱平平安安回到厝。2020台南国庆烟火，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10月11號是聯合國制定的國際女童日，希望全世界會當做伙關心弱勢女童。今年嘉義高中、甲台南女中，特別甲台灣世界展望會合作，將佇個學校發起公益行動，希望鼓勵學生、甲老師、家長做伙來加入。10月11號是由着聯合國制定的國際女童日，目的就是呼籲全世界人做伙關心各地弱勢女童的生活困境。嘉義高中甲台南女中今年也由着學生主動響應國際女童日，並甲台灣世界展望會合作，將佇校內舉辦2禮拜的公益行動，邀請家長、學生甲老師為女童寫下祝福的話，同時也希望有能力的人會使加入幫助女童的計劃。那我們這次準備要在那個學校各個角落，然後放置小黑板，然後希望就是家長還有學生，如果經過的話，可以幫我們留下一些祝福的話語。然後如果有家長有這份心的話，希望他們也可以加入市長會就是市長會這個活動，然後幫他們資助一下，因為我覺得他們真的很需要這份金錢，然後也希望他們可以扭轉自己的命運。對，就是我們透過世界展望會的邀約，然後我們了解到就是女童的問題。那除了女童之外，像我們在課堂上，我們有就是老師有帶領我們有就是教授我們女權相關的議題。那我覺得這個就是非常具有重要的意義，因為現在是男女都是平等的，然後也是希望可以透過這個活動，然後讓更多的人知道，然後也希望他們也可以一起響應。台灣世界展望會除了期待有更較儕人加入幫助弱勢的行列以外，也希望大家會使將這個故事分享出去，讓更較儕人開始關心這個議題。在座的所有的同學，你們今天來到這裡參加這樣子的一個活動，你們有聽到一些驚人的數據，這是在我們台灣兩性的平權的一個教育裡面。或者性別平權的一個教育裡面，或者是說在我們現在的所有的兒少法的一個彌補幫助的下面，我們沒有辦法去感受到為什麼會有同婚，為什麼會被逼婚，為什麼會有那樣子的文化的議題等等之類的。但是如果你們願意把你們今天聽到的一個故事，透過你的口跟你周圍的同學分享，跟你的親友分享，甚至用你的社群網絡的一個方式分享給更多在網絡世界裡面的人，一起來關心這樣子的議題。我們一起透過我們的這段時間的努力，來幫助這些女童募集更多的資源，幫助他們翻轉他們的生命。不管是國外也是國內的女童，都應該受到正確的保護。學生也期待透過安尼的活動，帶動更較儕人來關心弱勢。資助他，改變世界的1000個奇蹟。新聞不不易採訪報道。咱先去看一個馬上轉來新聞現場。以藝術構築文字，雕刻生活美學，剪出生命精彩。台南愛讀冊將邀您一起以美的角度閱讀生活，敬請鎖定每晚8點半第3公用頻道。台南市第3座前瞻立體停車場北河上午在東區文化中心正式開工動土。
整体工程预计伫个111年10月完工，伫正式启用以后，将会当疏解文化中心周边的停车需求。文化中心艺文表演活动多，加上附近还有德安百货商圈，不管是平日假日，拢真困难找到停车位。只外口文化中心旧停车场60个停车位，是无度疏解停车需求。台南市政府向中央争取前瞻建设经费1.8亿，市府自筹1.94亿，建伫台南市第3座立体停车场。该工程伫今日开工动土了后，预计将伫咧111年10月完工。文化中心有很多大型的展演活动，许多来宾来这边，往往要找车位，有时候会错过了演出时间。所以呢，我们特别向中央争取了补助，能够把这个平面停车场盖成立体停车场。大家可以看到我旁边这个停车场，大概大的小的停起来大概30-40个位置而已。如果它改建成地上一层、地下一层、地上8层的这个立体停车场，总共可以容纳498个这个汽车位，机车位有100多个，所以我想可以有效的达到这个周边区域的停车的需求，也有效疏解的为了找停车位所造成的不必要的车流跟这个时间上的浪费。因此，我们特别这个跟中央争取。文化中心立体停车场伫完工了后，总共会当提供219个汽车位、279个机车位。建造的1楼、2楼，阁会当建为艺文展演空间，成为多功能的立体停车场。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台南作为文化城市，位伫东区的文化中心非常的重要。再加上奇美博物馆、巴克利工行，甲侪艺文单位成立，互东区更加有艺文风气。所以市长也提出人东义展的概念。伫即届文化中心36周年的馆庆，就实现这个规划，透过镜头做伙来看卖。文化中心今年迎接36周年的馆庆，除了丰富的艺文表演活动以外，这届的重点之一就是实践了市长黄伟哲所提出的人东艺文人道的概念。因为东区原本就拥有丰富的艺文能量，加上这几年来林德区伫奇美博物馆、石鼓文创园区、甲家具博物馆等单位的努力之下，也成为新兴的艺文景点。对此，文化局也将2区串联成为人东艺文人道，并伫文化中心36周年的馆庆提出一系列的活动。市长黄伟哲也亲自邀请民众来参与。我们可以知道，事实上，在台南本来就是文化古都，所以文化的重要就像我们一天的3餐一样，是具有非常非常重要性，而且台南有非常深厚的文化底蕴。那在国庆连续假期期间呢，我们可以看到有许多绚烂夺目的烟火，但是南宫甲鱼、甲霸、马爱菜嘎，我们看到了许多动态的活动之后，希望把心灵沉静下来，就来人东艺文廊道这个路线，你可以看到奇美博物馆，看到石鼓文化园区，看到文化中心，还有巴克里公园，这些都非常适合让你把心情沉静下来，然后陶醉在艺文以及文化的这个氛围中。所以我们很希望说，将来这个人东艺文廊道的建制，应该会让台南的文化更具丰富性、多元性，也让市民朋友们还有远道而来的观光朋友们都很适合来台南，让台南具有更可看性。也希望说，各位好朋友，欢迎来人东艺文廊道，欢迎来仁德，欢迎来东区，来体验许多艺术文化之美。因为过去东区甲仁德区种了侪甘蔗，所以这个艺文空间就亲像对田当中洗出来同款。这届艺文廊道的各大展馆也共同合作，推出了各种的入馆优惠，也特别设计了指定的活动。现在馆庆期间也有侪丰富的表演，市民朋友嘛千万莫错过这个盛事。台南新闻郭博宇采访报道。真侪人早顿拢会食芳，毋过因为市面上的芳磷甲钾的含量较悬，无适合腰子病患者，所以奇美医学中心营养科特别甲奇美食品合作，开发出专门为病人设计的健康芳。奇美医学中心营养科所长赖春红表示，洗肾的病人逐工需要严格控制食物，包括磷、钾、钠、物质加水分的摄取量。但若用选择低磷钾含量的点心，佫会用同时提供优质的蛋白质，
药剂病人就用安心来使用。至于朋友长久的需求，奇美病院率先甲奇美食品合作开发，推出一系列的低麸质、低磷钾的健康面包。奇美医院跟奇美食品共同发表低磷还有这个麸质的这个面包、低钾的面包。那最主要是这个肾脏的病友，他们平常没有办法享受这些美味。那因为这个治疗的食品比较口感比较不好。那经由这个我们奇美医院的营养科的营养师，还有奇美食品的烘焙师啊，他们开发了这种产品，那对肾脏洗肾的病友是一个很大的福音。其实我们当初想要做这个部分，就是我们要先去调查，就是病人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他们的一个困扰，所以我们发现说，就是在市售的面包其实很多他们都不能吃，那我们就根据洗肾病人或者是肾脏疾病的病人，他们可能在日常生活可能会有些限水，或者是蛋白质摄取不足，还是说钾离子或是磷离子的一个需要做限制，我们以这个方向，然后去规划说搭配这个奇美食品他们特殊的一个大豆鲜奶油以及麸质的部分，然后再去做一个食品的一个调制这样。伫个发表会当中，包括副市长赵清惠、奇美食品的董事长宋光夫，拢到场为产品来推荐。咱这边用的这个食品吼，咱甲迄个奇美食品这边来合作的。也当好肾脏有这个病的病患呢，他可以去来食用，它可以满足他的这个口欲啦，就是讲咱食物件的时阵会当做幸福嘛，所以跟咱的奇美食品的这个幸福颂是一样的道理哈。尤其是讲咱中南部这么注重我们在肾脏病人上面的一些食材，尤其刚才主持人也有去提到，咱用的是真好的食材包括是日本的制粉啊，跟咱的迄个油脂。然后来制成，嘛真无简单，咱烘焙师非常厉害，会当把这个食品让这个降磷钾，会当让咱的肾脏病人来吃的时候不会负担太大。现场嘛有药剂病的朋友刘小姐现身讲法，尤其讲到伊爱食的面包，因为洗药剂以后，医师就建议伊尽量莫食，但看到专为药剂朋友研发的面包，伊也真欢喜，忍不住来加食了滚下嘴。现在我们洗肾之后，有很多以前吃的都不能吃了。对，像以前吃的那个面包啊，市面上的面包都不能吃，包子也是一样啊。对啊，然后现在有了这些面包，很幸福，可以不用偷偷吃。这项中南部病院率先为腰子病人来设计，会用的安心使用的健康面包，目前先伫个奇美病院的3间院区来推行。未来看成果，奇美食品嘛将推行到观光工厂来贩卖。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10分有时好天的天气，温度25度到31度，袂落雨。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是6级。感谢你收看10月8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